農曆新年就快到，趣明假期精心策劃嘅中山珠海2天美食年貨團，帶你搭船北上，周總一次過滿足你掃年貨、賞花海、嘆高端粵菜嘅願望。係日上晝，我哋喺香港中港城碼頭集合，一齊坐船出發去中山港，旅程正式開始。到達中山港，我哋會前往中山西江花海。呢個景區咧係有超過1000種花卉，影相打卡一流。中午我哋會品嘗谷現代粵菜，佢哋將傳統粵菜用創新手法呈現，味道令人驚喜。下晝咧，我哋會去中山好出名嘅沙江墟新年市場，周總帶大家辦年貨，呢度真係好熱鬧啊！各式各樣嘅揮春、賀年食品、裝飾品應有盡有。晚餐呢，我哋安排咗去食經典粵菜金月軒海鮮酒家，佢哋嘅海鮮好新鮮，招牌菜式味道正宗，保證食得滿足。夜晚呢，我哋會入住珠海嘅香山迎賓館美高梅華府酒店，酒店氣派，房間又闊落又舒服，設備齊全，等你喺都市中盡享奢華寧靜。第二日我哋會離開酒店。CEO 嘅貴賓客人可以選擇從珠海乘船直接返香港，亦都可以選擇去到拱北關口，然後自行過關前往澳門繼續你嘅旅程。趣明假期 CEO 系列中山珠海2天美食年貨團，只辦一團，2026年2月7號出發，加新會員即可獲贈 CEO 系列價值800蚊旅遊禮券，快啲報名啦！我哋中山珠海見。